大家好，喺今年中六最後一日，我花咗好多時間為所有畢業生準備咗一個分享。回望過去，我覺得呢次分享幾乎係我近10年做得最好嘅一樣嘢，亦都記錄咗我喺上至呢5年思想上嘅成長。所以呢個分享對我嚟講別具意義。而由於大家嘅 feedback 都非常之好，我決定將佢拍成影片，記錄低，亦都希望更多人聽到呢個分享。俾少少心理準備大家，我竟然可以將數學嘅元素帶入畢業生分享。呢次有 graph、有 theorem， 甚至有數學公式。但呢堂課唔係教數學，而係用數學嘅角度看透人生。好，咁我哋即刻開始啦。喺呢條片，我準備咗3個人生嘅錦囊，希望對各位有所啟發。第一個錦囊，有啲嘢好寶貴，但我哋未必察覺。依家試下想像，假設你遇到一盞神奇嘅燈，佢可以實現一個純粹關於自己嘅願望。但係呢盞燈咧就好孤寒，願望唔係免費，你必須要付出一個指定嘅巨大代價。而且願望唔能夠牽涉或者考慮其他人，否則唔會實現。得到嘅一切亦無法流傳後人。換句話說，呢個願望只能夠關於自己。例如，我要世界和平，全世界都用太陽能呢啲偉大嘅願望就唔得。但係如果你想成為任何範疇嘅世界第一、最靚、最聰明嘅人，呢啲就可以。依家俾大家5秒，諗一個完全屬於自己嘅願望。諗好之後，神燈就會開價，講出願望嘅代價。大家應該都諗好你嘅願望啦。神燈而家開價，代價係失去40年嘅時間同埋人生。例如我而家35歲，實現願望之後，下一秒就變成75歲，40年嘅經歷、成就、回憶全部都冇啦。你哋就18歲，下一秒咧就會58歲，40年嘅青春、夢想、機遇一筆勾銷。咁而家我想問下，有冇人願意用40年嘅人生去換取你最想要嘅願望呢？係冇嘅。嗱，由於錢可以帶嚟嘅無限可能，所以對我嚟講，唯一值得考慮嘅就係用40年嘅生命換做世界首富。但就算係咁，我都唔會換。有趣嘅問題就嚟啦，呢度有條算式，世界首富我當1000億啦，其實就唔止啦。咁1000億除40年咧，就大概係685萬一日。大部分人都唔會用40年命去換1000億，但係如果有人出685萬買你1日壽命，幾乎人人都會換。大家食下炸雞、飲下珍珠奶茶，都可能無意中冇咗幾日命。咁明明1000億40年就係等於685萬一日，數字一樣，點解換1日好似好抵，但係換40年就變得完全唔值得呢？答案在於死亡。時間嘅價值唯有放喺死亡嘅框架之下，先會真正顯現。時間、死亡、金錢呢3樣嘢息息相關。若果冇死亡，時間唔會變得珍貴。而現實中，我哋又一直用時間換錢，再用錢換時間。40年嘅人生，無論幾多錢，冇人願意賣，因為賣1日就冇影響，但係賣40年，你已經接近終點，人生所剩無幾。攞住1000億，但係剩翻幾年命，1000億嘅價值已經大打折扣，甚至遠不如1000億。咁點解1000億喺死之前幾年會變得冇咁值錢嘅呢？可以用人生折扣呢個概念解釋。嗱，呢個咧就唔係咩學術理論，
只係我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咧諗出嚟嘅一條簡單公式啫。最終擁有嘅價值咧，就等於我哋表面上嘅一切乘翻呢個人生折扣 D 啊。咁啊 D 咧就 for discount 咁樣啦。嗱，人生折扣 D 咧係一個0至1之間嘅數，隨住年紀增長，由1逐步下降至0。年輕嘅時候，好似各位同學咁樣，仍然有大把時間 D 接近1。擁有嘅東西咧，幾乎咧就等於原本嘅價值。但係隨住年紀漸長，健康衰退 ，D 會以越嚟越快嘅速度趨向0。所以即使擁有更多，最終嘅價值必然在某刻開始下跌。晚年嘅時候 ，D 接近0，不論財富、權力、影響力，最終都會乘上一個接近0嘅折扣。變得微不足道，而當生命結束 ，D 變成0，一切歸零。所以我想帶出一個重要嘅觀點，就係死亡將一切歸零。所以越接近死亡，你擁有嘅一切將以更大嘅折扣不斷趨近0。唔好意思，作為數學老師，呢度忍唔住整咗幾個 graph 俾大家睇。係咪估唔到 Blessing 嘅分享都有數學 graph 呢？好，呢個就係第一個錦囊。第一點，未來40年嘅時間無比珍貴，係你擁有最寶貴嘅東西，每一日都值得好好珍惜。第二點，時間之所以珍貴，係因為死亡將一切歸零，所以越接近死亡，你擁有嘅一切將以更大嘅折扣不斷趨近0。好啦，跟住就到第二個錦囊啦。生活中嘅數字係連續嘅，中間總會揾到一個 optimum 最適合自己嘅數值，能夠舒服咁平衡理智同埋放縱。我大學咧就讀數學嘅，呢個概念嘅靈感咧就嚟自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。放心，我唔會將呢個分享變做數學堂。我知大家最中意數學嘅，所以我哋好快咁讀一次啦。就係 let f(x) 咧就係一個 continuous function 啦，定義喺 A 到 B 之間。如果 f(a) 係負咧，同埋 f(b) 係正咧，咁就一定揾到個 c 喺 A 到 B 中間啦，可以做到 f(c) 底0嘅。好，唔使驚。咁咧，我用張圖轉翻啲人話咧，就解釋到㗎啦。Theorem 係話，如果我哋一筆過畫一條連續曲線，最左邊係負，即係 x-axis 下低；最右邊係正，即係 x-axis 上面。咁中間一定可以揾到一個位穿過 x-axis，即係出到0。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有兩個數字，一個代表極端理智，另外一個代表極端放縱，咁我哋就可以試下喺中間揾平衡點。我會舉3個唔同範疇嘅數字作為例子。第一，時間咧係可以當係連續嘅。用碌手機做例子，如果每日準係準你碌5分鐘係極端理智，根本冇可能。但係如果每日用8個鐘手機就係極端放縱，會內疚同埋唔中意自己。咁中間應該有一個 optimum 嘅使用時間啦。如果8個鐘係太多，咁你就諗下4個鐘啦。4個鐘太多，又諗下2個鐘。咁有啲同學可能覺得2個鐘就太少啦，咁你就可以喺2個鐘到4個鐘中間揾平衡點。中間總會有一個時間能夠舒服咁平衡理智同埋放縱嘅。第二，錢可以當係連續嘅。將來大家返工或者做 part time， 如果要你將收入嘅90% 儲起，你可能會話：哇，冇可能啦！但係如果每個月使晒所有收入，儲0% 又唔理想啦。咁中間總會有一個適合你嘅儲蓄比例，可能係40%、30% 或者係28.6%， 慢慢試一定揾到。第三就係頻率 frequency 都可以當係連續嘅。如果你覺得自己應該做下運動，但係又提唔起勁，就可以諗下幾耐做一次運動最好呢？如果2日一次，哇，咁你又太頻密啦，可能90日一次，
可能太疏，咁你就攞中間40日一次諗下。如果你覺得都仲係太少，就再攞中間20日做一次運動。最後可能你會覺得每18.3日做一次運動最舒服。咁樣嘅好處係話俾自己知有可能，而唔係停留喺冇可能或者永遠做唔到嘅階段。當你知道有可能，先至會開始行動，邁向改變。但係有樣好重要嘅嘢，如果你直接就咁試呢，往往一試咧就發現唔 work 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啱啱例子 optimum 嘅數咧係用理智推算出嚟嘅，但係魔鬼嘅誘惑咧就仲未出現，咁就平衡唔到啦。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唔好太貪心，諗嘅時候要稍為向魔鬼嗰邊屈服一下，先至揾到一個較可行嘅起點。再透過實踐摸索，不斷調整，最終就會揾到真正適合自己嘅數字。呢個就係我俾大家嘅第二個錦囊。生活中嘅數字係連續嘅，中間總會揾到一個 optimum 最適合自己嘅數值，能夠舒服咁平衡理智與放縱。跟住就到第三個錦囊啦。既然我哋已經喺第一個錦囊領悟到時間與死亡嘅意義，因此我哋可以喺第三個錦囊探究如何活得快樂。快樂嘅來源有好多，可以從4個方向理解。一、物質享受，包括美食、旅行、購物、娛樂等。第二、成就體驗，包括成功感、滿足感、興趣、做自己鍾意做嘅事等。3、情感連結，包括朋友、家人、愛情等。4、精神領域，包括了解自己、喜歡自己、揾到自己嘅使命同意義、內心嘅真正平靜等。無論係嚟自物質嘅享受、成就嘅累積、情感嘅連結，定係內心嘅寧靜與滿足，呢啲對我哋嚟講都係至關重要，彼此交織，塑造出完整嘅幸福體驗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會優先追求外在嘅快樂，呢個係好正常嘅。而精神領域則關乎更深層次嘅內在探索。我哋以呢3個問題再舉多啲實際嘅例子。一、你內心最渴望、最想要嘅係咩呢？第二，你冇自信嘅真正原因同埋解決方法。3、你唔中意自己嘅地方。第三個錦囊嘅第一點，我唔係認為呢啲精神層面嘅追求係高級啲，而係話呢啲往往只能夠依靠自己探索，未必能夠同其他人一齊討論。用呢3個問題做例子，你能夠輕易地同朋友或者父母談論自己呢啲最內心嘅問題嗎？除咗因為好熟嘅人都未必講得出口，更重要嘅原因係永遠冇人會比你更加了解自己。所以精神世界嘅成長同埋滿足，唯有依賴自己去思考、對話同埋建立。多與內心交流，你將更了解自己，獲得更深層次嘅內在富足。呢啲問題唔單止關乎你對自己嘅了解，亦都決定你能否自在地過每一天。外在嘅快樂讓人輕鬆，內在嘅滿足則讓人真正安然。第三個錦囊嘅第二點，呢兩者唔係互相取代，而係需要同步經營。你唔應該等到40歲事業有成嘅時候先開始思考呢啲內在嘅問題，而係應該喺享受外在快樂嘅同時，亦都探索內心世界。物質、成就體驗、情感同埋精神並非獨立，而係互相補足。舉個例子，呢個係大家將來一定會經歷嘅。假設你面對緊人生最大嘅挫折，你好唔開心，好沮喪，日日起身心情都跌到落谷底，咁你會做啲咩呢？食好嘢，
去玩、購物、去旅行，呢啲可能將你由0拉到30。家人朋友嘅支持同埋鼓勵，可能再將你由30拉去60。當你重拾節奏，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專注喺興趣並從中獲得滿足感，呢個可能會令你翻返去80。但係最後由80去翻100，真正令你企翻起身、重新出發嘅部分，從來都唔係外在嘅快樂，而係靠你自己。同自己對話，釐清思緒，認清自己，從最根本化解內心嘅矛盾。最終，我哋會發現物質、成就體驗、情感同埋精神嘅交融，令人生更充實、更自在。呢個就係第3個錦囊。第1點，冇人能夠同你一齊探索最內在嘅精神世界。呢部分淨係能夠靠你同埋自己思考同埋對話。第2點，我哋應該同時追求外在嘅快樂同埋精神富足，讓物質、成就體驗、情感同埋精神相互補足，實現更豐盈、更圓滿嘅人生。最後想提提大家，人生中每一日並唔係均等嘅。每瞓醒一覺，每過一日，你嘅眼睛同埋身體都會比尋日差，你擁有嘅將來就會少一日，你擁有嘅一切亦會以更大嘅折扣步向消失。講開將來，岔開講句，年輕嘅時候擁有最長嘅將來，正係為未來努力嘅最佳時機。所以大家嚟緊呢個月要緊記，為 DSE 全力搏盡溫習。好啦，講返正題。呢位婆婆年輕嘅時候行得走得，可能從來未諗過有一日會睇唔到嘢，要坐輪椅。事實上，所有人都會行到呢一步，但係無論願望幾吸引，都冇人會願意換走40年，因為人生最珍貴嘅唔係終點，而係沿途嘅每一天。第1個錦囊想提醒大家，時間無比珍貴，隨住生命推進，一切慢慢歸零，所以我哋要珍惜當下，享受每一天。第2個錦囊希望啟發大家多思考，尋找屬於自己嘅方式，令生活更有趣、更有意義。第3個錦囊想鼓勵大家，無論心靈層面定係人生各種快樂嘅追尋，你都係自己人生唯一嘅主角。所以，既然選擇完整走過自己嘅人生，就應該全程投入，精彩前行。希望今日呢3個錦囊能夠啟發大家珍惜時間、善用智慧、成就自我，從而擁抱每一天，活出最豐盛嘅人生。多謝各位。